各位後生仔，大家好。我諗起一句說話，如果我知道我會死喺邊度，我就永遠唔會去嗰度。呢句係我成日掛喺嘴邊嘅農夫諺語，聽落好似講笑，其實係大智慧。你哋個個都想知點樣發達，點樣成功，但我今日唔想講呢啲，因為教人成功好難，但教人點樣失敗，點樣變窮，點樣將自己嘅人生搞到一鑊粥，就容易好多。今日嘅主題係關於你哋20幾歲呢個階段。我睇過太多聰明人，名校畢業，勤力工作，原本前途一片光明，結果去到40、50歲嗰陣，依然係生活嘅奴隸，一身債，晚晚失眠。點解？唔係因為佢哋蠢，而係因為佢哋喺20幾歲最關鍵嘅時候做錯咗幾個致命嘅決定。所以我哋用反向思考嚟開場。如果你想保證自己下半世窮困潦倒，你應該點做？好簡單，我有幾條必勝秘方俾你。第一，賺幾多使幾多，甚至賺1蚊使2蚊。第二，同人比較，見人買新車你又要買。第三，停止學習，以為讀完大學個腦就可以收工。第四，忽視複利嘅力量。只要你跟住呢幾點做，我保證無論你智商有幾高，你注定失敗。如果你唔想咁樣，咁你就留心聽住落嚟我要講嘅嘢。你哋20幾歲呢10年，唔係用嚟揮霍嘅遊樂場，而係戰場，係決定你將來係擁有選擇權，定係被逼做樓奴嘅關鍵戰場。第二部分，時間嘅數學題。複利係世界第8大奇蹟。你哋首先要搞清楚一個數學概念，好簡單，小學程度，但係99%嘅人都係唔入腦。呢個概念就係複利。愛因斯坦話過，複利係世界第8大奇蹟。喺你20歲嗰陣，你手上面嘅每1蚊，同你40歲、50歲嗰陣嘅1蚊，價值係完全唔同嘅。如果你喺20歲儲落1萬蚊，放入一個指數基金，年回報率當佢7到10%，到你退休嗰陣，呢筆錢會變成幾十萬甚至100萬。呢個就係時間嘅魔力。但係如果你喺20歲將呢1萬蚊攞去買咗個名牌手袋，或者去咗一轉冇意義嘅豪華旅行，你失去嘅唔單止係嗰1萬蚊，你係毀滅咗未來嗰100萬。社會依家有一種好毒嘅風氣，叫 YOLO You Only Live Once， 即係人生只活一次，要及時行樂。聽落好浪漫，好人性化，係咪？我話你知，呢個係廢話，呢個係消費主義為咗令你哋變窮而編造出嚟嘅謊言。如果你信咗呢套，覺得20幾歲應該盡情玩樂，唔使理將來，咁你就係親手將自己未來幾十年嘅自由賣俾人。你要明白，財富唔係靠一夜暴富，唔係靠中六合彩，亦唔係靠你炒嗰啲虛擬貨幣。財富係靠慢慢變富。你喺20幾歲做嘅每一個微小嘅財務決定，都會經過幾十年嘅複利放大。如果你開始得早，你唔使好聰明，你只要唔好做傻事，時間會幫你搞掂其餘嘅嘢。但如果你錯過咗20至30歲呢個黃金窗口，就算你之後點樣努力追，你都要付出100倍嘅代價先可以彌補返。第三部分，人類誤判心理學。點解聰明人會做蠢事？講完數學，我哋講心理學。我研究咗一世嘅人類誤判心理學，發現人真係好鍾意做傻事。
喺20幾歲嘅時候，最容易令你破產嘅心理傾向係咩？係社會認同傾向同埋妒忌。你睇下你身邊啲朋友，個個出嚟做嘢冇幾耐就身光頸靚，佢哋買架全新嘅 Tesla， 去高級餐廳打卡，住貴租嘅 service department， 你心入面就唔舒服啦。你會覺得，咦，我都賺咁多錢，點解我過得咁寒酸？我都應該要獎勵下自己。於是你就去買咗架你根本供唔起嘅車，買咗捷路，你以為呢啲係資產，其實呢啲係負債。架車一落地就貶值，每個月仲要俾供款、停車場、保險、油費，呢啲固定開支會好似吸血鬼咁吸乾你嘅現金流。我成日講妒忌係最蠢嘅罪，因為其他罪好似貪食、色欲，起碼你做嗰陣都開心過一陣，但係妒忌係純粹嘅痛苦，完全冇樂趣可言。你妒忌人哋揸靚車，於是你又去買，結果你哋兩個都變成銀行嘅奴隸。真正的有錢人係唔會喺20幾歲嗰陣靠依住嚟話俾人聽自己有錢嘅，佢哋會好低調，靜靜雞儲資產。如果你為咗面子，為咗令啲根本唔 care 你嘅人覺得你撈得好掂，而犧牲自己嘅財務自由，呢個行為係極度愚蠢。記住唔好混淆睇落有錢同真係有錢兩樣嘢嚟係。消費係將錢送俾人，投資先係將錢留俾自己。如果你20幾歲就學識對抗這種社會壓力，學識唔理人點睇你，你嘅心理質素已經贏咗一半。第4部分，你需要買嘅真正資產不對稱優勢。咁你可能會問，查理，你叫我唔好買車，唔好買名牌，咁我啲錢應該用嚟做咩？唔通要做守財奴？當然唔係，我唔係叫你做孤寒鬼，我係叫你做個精明嘅資本配置者。喺你20幾歲，有幾樣嘢係值得你重錘出擊去買嘅，因為佢哋具有不對稱優勢，即係話你付出嘅成本有限，但回報係無限嘅。第一樣要買嘅係技能與認知。班傑明、富蘭克林係我嘅偶像，佢講過，對知識嘅投資利息係最高嘅，呢個路係唯一無人可以攞得走嘅資產。如果你使錢去學一樣實用嘅技能，例如寫程式、會計、公開演講，或者深入研究某個行業，呢筆錢唔係消費，係投資。我認識嘅巴菲特，佢每日大部分時間都喺度睇書。我哋兩個都係長了腳的書架。如果你每晚瞓覺之前都比朝早起身嗰陣聰明少少，長遠嚟講，你嘅人生會產生巨大嘅分別。特別係喺你後生嗰陣，學習能力最強，吸收得最快。唔好慳買書嘅錢，唔好慳上堂嘅錢，用錢換取智慧，係世界上最划算嘅交易。第2樣要買嘅係選擇權。咩叫選擇權？就係當你老細叫你做啲違背良心嘅事，或者當個市道唔好，公司裁員嗰陣，你有底氣講一句，我唔撈啦，吹咩？如果你一身債，月月清，你就冇選擇權。你必須要忍氣吞聲，必須要做你不喜歡嘅工作。呢種生活係地獄。所以儲蓄唔係為咗買嘢，係為咗買自由。當你有足夠嘅現金流，你就唔使被逼做愚蠢嘅決定。你可以等待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。
然後狠狠地出手。呢種靈活性喺充滿不確定性嘅世界入面係無價之寶。第三樣要買嘅係健康。我知道呢個聽落好老土，好似阿媽教仔咁，但係從經濟學角度睇，健康係你最重要嘅護城河。如果你20幾歲就搞壞身子、捱夜、食垃圾食物、唔做運動，你係借緊高利貸。到你40歲，身體開始報復，醫藥費、體能下降、精神無法集中，呢啲全部都係極高昂嘅利息。一個長期病患嘅身體係承載唔到偉大嘅頭腦嘅。保持健康係為了讓你能夠享受長期福利帶嚟嘅成果。如果你死得早，福利就斷咗纜，咁就太唔抵啦。第5部分，各種資產類別嘅陷阱與機遇。順便講下投資。好多後生仔問我，查理，我應該買邊隻股票 ？Bitcoin 買唔買得？聽住，對於絕大多數人嚟講，試圖戰勝市場係徒勞無功嘅。你哋唔係專業投資者，你哋冇時間、冇資訊優勢，亦都冇嗰種控制情緒嘅能力。如果你以為靠睇幾個 YouTube 片、聽幾個所謂財演、講兩句就可以炒股發達，你係發緊夢，你係喺賭場入面做緊魚腩。對於99%嘅人，最好嘅投資策略係買入低成本嘅指數基金，然後坐喺度唔好喐，每個月將一部分人工雷打不動咁放入去追蹤大市嘅基金，例如 SP500。點解？因為你買緊嘅係人類經濟發展嘅大趨勢。雖然個市會跌會崩盤，但長遠嚟講，人類社會嘅生產力係向上嘅。只要你唔好喺恐慌嗰陣賣出，時間會獎勵你。呢種方法好悶，係啊，真係好悶。但係投資本來就應該係悶嘅。如果你覺得投資好刺激，好似賭錢咁，心跳加速，咁你一定係做錯咗啲嘢。如果你想要刺激，去澳門啦，起碼嗰度有免費飲品。但如果你想發達，學識享受悶。至於加密貨幣，我以前講過，再講一次，呢啲係老鼠藥，係一種毫無內在價值嘅投機工具。避開佢，唔好掂，唔好因為見到隔離屋個傻仔買幣賺咗錢就眼紅。傻人賺錢係世界上最危險嘅事，因為佢會令你以為自己都可以咁樣賺錢。第6部分，建立你的護城河同 Lollapalooza 效應。我想講深少少，關於 Lollapalooza 效應，呢個係我發明嘅詞，意思係當幾種唔同嘅力量同時作用喺一個方向嗰陣，會產生巨大嘅爆炸性效果。喺你20幾歲，你要做嘅就係製造你自己人生嘅 Lollapalooza。想像下，你擁有一個健康嘅身體，能量滿滿，你掌握咗一項稀缺嘅技能，賺錢能力強，你生活極度簡樸，開支低於收入，高儲蓄率，你將儲落嚟嘅錢放入高複利嘅資產，錢生錢，你保持終身學習嘅習慣，不斷進化。當呢5樣嘢同時發生喺你身上，效果唔係1+1+1+1+1等於5，而係爆炸性嘅增長。你會發現，到咗30歲中段，你已經將同齡人遠遠拋離喺身後，唔係因為你比佢哋聰明10倍，而係因為你建立咗一個正向循環嘅系統。
相反，如果你一身債、負福利、身體差、低能量、技能過時、低收入、鍾意炫耀、高開支、停止思考、腦退化，呢個就係毀滅性嘅 Lollapalooza。你會跌入一個無底深淵，越掙扎越沉得快。結構永遠重要過意圖。好多人想發達，但佢哋生活嘅結構高消費、低投資，注定佢哋會失敗。你20幾歲要建立嘅就係嗰個結構。第7部分，苦口婆心嘅總結，唔好做傻瓜。講咗咁多，其實道理嚟嚟去去都係嗰幾樣。常識之所以叫常識，係因為佢顯而易見。但係伏爾泰講過，常識其實並唔平常。你哋依家處於一個資訊爆炸但智慧貧乏嘅時代，每日有無數嘅廣告、網紅、KOL 想洗你腦，想你掏銀包，想你變得焦慮。佢哋想你覺得，如果不即刻買呢樣嗰樣，你就係失敗者。你要有獨立思考嘅能力。當全世界都向左行嗰陣，你要停一停，諗下，其實係咪向右行先啱？我再強調一次，避免愚蠢比追求聰明更重要。延遲滿足係人類最重要嘅品質。如果你連等等都做唔到，你一世都唔會成大器。福利需要時間，你要有耐性，誠實地面對自己嘅財務狀況，唔好衝大頭鬼。我見過大蕭條，見過世界大戰，見過科技泡沫，世界點變都好，人性係唔會變嘅。貪婪、恐懼、妒忌、短視，呢啲人性弱點永遠存在。你哋嘅優勢在於你哋仲年輕，你哋仲有幾十年嘅時間，波到可以滾雪球。唔好浪費呢個優勢，唔好喺起跑線就自斷雙腳。如果你能夠做到我今日講嘅一半，我敢擔保你嘅未來會好過絕大部分人。生活其實唔需要太複雜，只要你堅持做啱嘅事，避免做大錯事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成功係自然而然嘅結果。好啦，我講完啦，希望你哋個腦入面嘅漿糊少咗啲，智慧多咗啲，去建立你自己嘅資產，唔好再做傻事。多謝。想聽多啲呢類型嘅影片，喜歡呢啲片嘅咧，就俾個心心我，同埋 share、like、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係咁，拜拜。